曾坦言罹患躁郁症的31岁歌手谢和弦阿寇，近日经传全面停工入院接受治疗，原因是患有双相情绪障碍症。昨晚8日，他所属华纳音乐宣布这项紧急消息。上个月谢和弦出席颁奖典礼受访时，突然拿出打火机对镜头表示要点亮台湾。日前他又在脸书上放话不想当台湾人了，行为举止被指有些失控。华纳音乐昨晚发布紧急声明，指谢和弦因患有双相情绪障碍症，日前已入院接受治疗。目前所有活动与通告暂时无法出席，造成活动公司与厂商困扰与不便，相当抱歉，盼各界谅解，也谢谢大家关心。谢和弦7年前自曝吸大麻惹议，还曾经为了力挺台北市长柯文哲连唱好几小时，经常针对时事发声。上月26日，谢和弦出席 Fox 的颁奖典礼，访问结束后竟从口袋拿出打火机对着镜头表示要点亮台湾，行为看得出有些失控。4日，他又在脸书上表示为台湾尽心尽力付出那么多，结果还是被当成病患跟毒虫。终于明白为什么人才要出走，有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收留我？甚至表示不想再当台湾人了。据苹果报道，谢和弦在英国拍摄 MV 时工作表现还算正常，但旁人已发现他行为有些不对劲。结束工作除夕夜返台后，谢和弦立刻就医，医生考量他的状况，建议停工1个月。